5個常見嘅標箱陰招，買標之前一定要知道，唔係話所有鋪頭都係咁樣。不過呢啲做法喺行內係好常見嘅，新手嘅你唔留意嘅話，隨時跌錢都唔知道。第一，拆走標鏈，尤其係貴金屬標帶，每一格都有價有市，但係買家買標之前未必會發現標價唔齊。第二就係標盒分開賣。標盒本身有市場價值，但係賣家成交嗰陣，往往未必會主動提有標盒跟。第三，叫二手標做像新標，其實就係帶過、拋光過，外觀睇落好新，但係已經唔再係真正未使用過，價錢呢就往往按新標去計。第四就係 Ghost Listing，個價錢睇落好吸引，但係實際未必真係有貨，等你落單之後呢，先再幫你周圍揾，價錢同狀態未必係原本個 listing 一樣。第五就係吹煙賣標，臨場壓價，最初報一個價，收標之後先話有花有問題要維修，最後嘅落手價往往低過你原本嘅預期好多。呢啲做法唔犯法，但係資訊唔對稱，最終嘅成本一定係攞喺買家身上，所以買標之前最緊要係 check 清楚。留言分享你中過咩伏 ，Watchmatch 幫你比較全球標價，掌握市場真正水平，即刻 download 試下啦！